刘亲爱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你有感觉咱教会加足水无？咱圣诞节来临，咱即马是大降节，咱多谢即个 Victoria 甲着爱人姊妹吼，因的设计像是侪兄弟会帮忙，互咱教会伫即个大降节的即期内底来迎接上帝稳定的降临。今仔日是咱大降节的第2个主日。 咱也多谢吴春瑞因全家带着因的小朋友来点到第2期的蜡烛。第2期的蜡烛是信心，是要讲咱就用信心来听候主会搁再来。当咱咧听候主搁再来的时阵，有时阵咱会感觉真不耐烦，有时阵甚至咱会感觉无信心，咱认为主可能袂搁再来。 那安尼时阵，咱应该爱安怎？捌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的小说家 Samuel Beckett， 伫1952年，伊有写一篇话剧。这个话剧不只有名，叫做《等待果陀》。这个话剧中间咧讲有2个流浪汉，因人生非常的失意，非常的潦倒。 像是非常的落魄，总是因有一个寄望，咧寄望传说中的一个人叫做果陀。讲这个果陀会搁再来，等伊若搁再来的时阵，因就通帮助因改变因的生活。总是这2个人一直等，一直等，伫咧听台中间也讲济遮个期待话，总是济拢是非常荒谬的话。结果这个果陀安头到底落尾拢无出现。 这种的听候，敢若是无可奈何听候，漫漫长长、长长久久的听候，常时也感觉愈等愈无有意义的听候，最后也是无有任何结果的听候。一个文学家、评论家安尼讲：，等待果陀，这是咧象征咱生活伫现代的社会中间，济不安、济不如意，咧听候一个敢若有，总是。 敢若无即种的期待，一寡存在主义者甚至认为，讲听候甚至是无有任何结果的听候，这是人的存在的一种的本质。你做一个人，你就爱学习听候。总是咱爱注意，就是咱咧听候上帝，毋是咧听候果陀。听候这个果陀是咧听候一个敢若无存在的人。 那是咱基督徒咧听候上帝，是咱用信心咧相信一位信实的上帝。这位上帝伊有应允，常时要实现伊的应允。通我讲，等待果陀存在方式是荒谬，是坎坷，是离经，伊的结果就是绝望。总是一个人若听候迄位信实的上帝，以这种的存在方式，却要互人生。 有济意义，常时充满愿望。确实，伫咱人生中间，咧听候一项物件，还是咧听候一个人，甚至咧听候上帝对着咱祈祷的应允的时阵，咱有的时阵等了上过久，咱会产生一寡犹豫。咱若读诗篇，常常会读到这种的呼声。诗篇第13篇第1节安尼讲：耶和华，你袂记得我，要到第时啊？ 难道要到永远吗？你黄面无看我，是要到什么时阵啊？诗篇第89篇第46节也安尼呼叫讲：耶和华，要到偌久啊？你家己看捌要到永远吗？你的受气要亲像火刀到伫偌久啊？这时阵，咱咧祈祷，咱破病，咱恳求上帝医治。 咱期待一项事好的代志会通实现，敢若咱咧祈祷爱等真久，拢无实现。今仔咱所读这段经文，拄咧指出，一个人听候上帝，听候了上过久，心中产生犹豫，讲上帝是毋是延前？彼得对着这个问题，伊回答讲：咱爱知，毋是延前，是宽容。 台语即个延前，有当时读起来敢若延前吼。想讲着延前的时阵，
是通食物件，总是延前，就是一种听候、延后、延迟。与其讲上帝是一个延前的上帝，不如讲上帝是一个宽容的上帝。咱会感觉上帝敢若延前无来，这是因为咱无考虑这点。彼得拄要甲咱指出这点，就是咱无考虑到人的时间甲上帝时间中间的差异。摩西伫伊出名的诗篇第90篇安尼讲：因为在你看，1000年亲像已经过去的昨日，佮亲像眠间的一更。咱人活的时间是根据地球甲太阳中间的关系，地球围绕太阳射一年，才做一日。换句话讲，咱的时间是对地球甲太阳的互动伫这个所在来决定。总是创造太阳、创造地球的上帝，伊远远超过这种的关系，所以伊也无受到这款关系的限制。人是活伫时间内底，所以的确是受时间限制。总是上帝是永远是永恒，伊无受时间的限制。永恒是无有起头、无有终点。永恒毋是时间的延续，永恒是超越伫时间之上。只看1000年亲像一日，一日亲像1000年，拄咧讲上帝的永远、上帝的永恒，会通伊扩展到1000年，也会通将1000年甲伊压缩成做一日。既然伫上帝眼中，1000年亲像一日，那呢，咱就袂通讲上帝延前无实现伊的应允，因为上帝无亲像咱受到时间的限制。咱也无应该用人时间的标准来形容上帝的时间。有一个囡仔不知聪明，伊就问上帝讲：“爸爸上帝啊，如果1000年在你看亲像一日，那呢1,000万在你看是毋是100,000年？”上帝讲：“是啊。”这个囡仔佫讲：“安尼上帝啊，敢会当互我1仙就好？”上帝讲：“会使一啦，请你等1分钟。”毋知1分钟要等偌久？圣经的信仰的前辈，让咱见证一项事：上帝咧做代志，袂伤过匆忙，袂伤过赶紧，总是伊也无延前，伊会伫适当的时来完成伊所计划的事。上帝会通伫一瞬间中间来创造宇宙万物，总是圣经甲咱讲，创世纪内面，伊讲伊慢慢啊做，6日来完成。上帝会通伫一瞬间中间，将以色列百姓对埃及做奴隶，甲伊拯救出来。总是上帝欢喜用80天的时间来训练一个领袖摩西来带领伊的百姓。上帝通互耶稣基督更较早临到伫世间，总是圣经见证讲，时候满足，时间到，上帝找伊的囝对富人人来出世，出世伫律法下面来赎回伫律法下面的人，上时要互咱会通设立成做伊的囝。通我讲上帝的作为。伫人世间无受到时间的限制，伊照着家己的计划，伊照着家己的心意，伊照着伊家己的主权。兄弟姊妹，咱爱记住，咱有咱的时间表，上帝有伊家己的时间表。咱无权利来决定上帝什么时阵就做工，因为上帝伫一切代志顶悬掌权，伊无需要咱督促伊，互伊意见。亲像保罗先生所讲的。什么人会通知主的心？什么人会通做伊的参谋？面对上帝，咱只有一个心，就是谦卑听候。彼得毋也是对上帝的永远甲人的时间的对比来讲明上帝无延前，同时伊阁进一步来指出阁较要紧的一个理由：主的日还未临到，是因为上帝对着人的宽容。上帝的宽容，互咱这欠缺耐心的人认为伊是咧延前。上帝对着人有慈爱，有怜悯，同时伊无爱万人伊无爱一人沉沦，伊爱万人会通得救。这是伊对着人的宽容。咱拢幸不得，咱所讨厌的人较早死的，咱怨恨的人较早破病。咱希望咱所要得到的物件，会通愈早得到愈好。总是上帝的心毋是安尼，
以西结书内面非常清楚安尼讲，上帝断断无欢喜歹人死无，独独欢喜歹人活倒转伊所行的歹路来得到活。所以以西结书这位先知呼吁培育以色列百姓安尼讲：以色列家啊，恁着活倒转，恁着离开恁的歹路，恁啥事要处死啊？上帝也是怜悯以色列百姓，常时以怜悯所有一切外邦人，既然求救伊的，拢会通得到拯救。但上帝的慈爱甲怜悯，互伊有宽容，互伊有忍耐，伊咧听候罪人。宽容是上帝的一种美德，咱爱记住上帝对咱的宽容。最近台湾咧进行总统选举，有一位候选人叫做赖清德。伫14当前，伊捌写一篇文章，投伫教会公报社。这篇文章的名叫做《宽容疗赦的果实》。伊咧见证一项事，希望毋是基督徒，总是咧见证一项事。伊讲宽容是种赦免的力量，是种救赎的力量，会通结出好的果子。伫2005年7月25日下晡时，迄个时阵，赖清德先生伊是做立法委员，伊伫服务处教着伊的同事出外要找人，然后伫一条单行道顶悬伫行。忽然间有一台车逆向行驶，然后对因的身边这个冲过去，然后饲这个喇叭饲甲足大声，因紧心闪开，若无就去互这台车弄着。当这台车经过了后，就停伫这个巷仔口，因为迄条路非常的细条。赖清德伊感觉这安尼做毋对，像是伊好意，甲因讲少年人毋通安尼开车，因为这是单行道，像是逆向行驶，这无应该。无拍算。这个车顶3个少年人落来，毋也是落来，佮摕一支麦打。咱目前台湾叫做棒球队，机车棒球队，就是若有纠纷的时阵，就是车内底藏一支麦打，然后摕出来，就要甲人冤家。这3个青年人非常讲话非常会嚣摆，伊讲无是安怎？我有钱，我若是违反规定，我纳钱就好啊，无你是要安怎？赖清德进一步好理甲因讲，伊讲这毋是钱的问题，这是安全的问题。恁安尼赛车会对着人造成危险。这3个青年人无听劝诫，因就动手来拍赖清德甲伊另外一位的同事。赖清德甲伊讲：你毋通拍我，因为我是立法委员。总之，这3个青年人非常抢手甲伊讲。你立法委员算啥？你无要好做代志，你来管这要创啥？这3个人继续甲伊讲、甲伊拍，讲甲伊脑震荡、昏迷，两粒目睭拢受伤，伊的倒蕊的目睭甚至视网膜剥落。突然间受到遮尔大的伤害，伊非常的受气，也非常的失职。然后这3位青年人落尾知影讲代志大条啊！因的家长嘛知影，这大事大条啊，竟然安尼来拍一位立委，所以就通过关系，希望会通甲赖清德和解。当时赖清德也搁伫病院伫养伤，所以暂时无理会无甲因来讲这和解的代志。伊心内也搁有足大的受气。后来伊有一个好朋友，是伫中英中学咧教册的一个基督徒，是伊足好的朋友，私下就甲伊讲话。来讲，我希望你会通对基督教的信仰、宽容、疗赦的角度来看整个这的代志。这个基督徒老师对伊讲：，你是当堂的一个国会议员，你无缘无故受到遮尔大的侮辱，那照着咱社会标准，你该告到底，这是自然的反应。总是这敢若增加仇恨。你若拒绝有宽容甲赦免。你的心嘛袂通得到医好。当这时，赖清德无马上来接受伊的意见，总是伊将这话藏伫伊的心内。过几日了，这位基督徒老师阁继续来甲伊讲话，伊讲：阮教会牧师有一个意见，你听看卖。
伊讲阮徛伫基督教的信仰立场，会通将这3位即个歹少年人，会通经过教会教导来帮助因。若无因无经过教会，互因的机会，那安尼直接甲因送落去监狱内底，那安尼对因来讲，因的人生来讲，并无帮助。阮教会欢喜做这代志，来帮助因。伊伫病院内底，安尼详细来思考牧师的建议，这位基督徒老师的建议，所以落尾做一个决定。伫伊出院迄一天的记者会，伊讲：我愿意接受教会对我的宽免，用宽容、疗赦来看这样事。我愿意甲这3位青年人来和解。伊开这个记者会了后，伊讲：伊原本心内迄个受气、迄个怨愤得到讨放。然后牧师要求这3青年人到入教会一段时间了后，佮互因来召开一个记者会，公开热切的先生道歉。如果这3青年人拢有到入教会，因为因做这代志，所以嘛爱伫监狱内底这个受关几日。这受关了后，其中有2位青年人，因佮继续来到入教会接受信仰的造就，同时佮带10几位的青年人入教会。这件代志，互罗清德深深感受到这项事，伫苦难的背后，有的时阵有伊的祝福。一个人若通回应耶稣基督宽容、赦免这款的呼召，会通结出互人想象袂到这种仁爱的果实。上帝欢喜宽容丧失的罪人，因为因中间有人还阁有机会通相信福音，成做上帝的子民。咱知影，毋是所有人拢会通得到救，总是其中有一寡人，因也未信主，因是上帝所要拣选的人。对着这上帝所要拣选的人，上帝对着因有宽容，对着因有忍耐。上帝留搁较侪时间，互伊的选民，就是伫创世进前，伫耶稣基督内面所要拣选的人。所以保罗先生伫罗马尼书第11章第50安尼讲，照着拣选的恩典，也搁有所留的遗属，就是也搁有人，因也未听到福音，也是因听到福音也未接受，总是上帝对着因有缘有一款的宽容。因中间也搁有一寡人也未真实悔改，总是有机会通悔改。因中间虽然有一寡人已经悔改，总是需要搁较侪属灵的知识、财物来真正行真道。因中间有一寡人也搁亲像婴仔共款，因的人生的生命也未长大成熟，因需要伫人生中间继续操练因的信心，因需要操练一种的美德，叫做忍耐。因需要伫因人生中间行较侪好，来回应上帝对着因的恩典，通好互因避烦的心，进入到伫上帝为着因避烦迄个国度。上帝对着人的宽容，通好讲，就是上帝在听候人，听候人会悔改，听候人长大成熟，听候人回应伊的恩典。耶稣在世时阵，捌非常感慨安尼讲：无神的世代啊，我伫恁的中间要到第时啊，我忍耐恁，听候恁，要到第时啊。咱有的时阵，咱讲咱咧听候上帝，总是咱会记一无，上帝也在听候咱。当咱咧讲咱听候上帝，要成伊的应允，要照着伊的应允成就伫咱的祈祷时阵。咱也毋通袂记住，上帝咧听候你，上帝咧听候你真实的悔改，上帝咧听候你长大成熟，上帝咧听候你有真实基督徒的生命。咱应该珍惜上帝对着咱的宽容，真实的悔改，常时操练咱家己本身，互咱真正会通长大成熟。咱千万毋通亲像保罗先生所指责遐敢若会论断别人的罪，总是共款犯共款罪的人。保罗捌指责因安尼讲，敢讲你是咧看轻藐视上帝极大仁慈宽容吞忍，毋知影上帝这吞忍仁慈是要引带你反悔吗？竟然你继续硬恁的心，互恁无反悔的心继续维持，为着你家己积住
坐坐受气，伫上帝审判的日临到。但兄弟姊妹，上帝嘛咧听候你，毋通看轻伊的宽容，毋通滥用伊对你的怜悯。圣经甲咱讲，上帝来临的时阵，的确是突然间临到，主的日临到，要亲像插一样。意思是讲，你袂赴通准备啊！你若事先无准备好，当主临到的时阵，你袂赴通准备。主的日亲像插到一样，无法度互你有切迄个时间，总是临到的时阵会带来非常大的破坏力。彼得后书第3章第10节，咱今仔所读这段经文，彼得安尼讲：伫迄日，遮的天要有大声来废去，遮的济济原则要受烧来消灭。地甲其中所有的物也拢要烧落去，天甲地拢温藏有火，所温藏的火拢要受到讨棒。有一个大声音要出现，这大声音亲像爆炸的声。有一寡圣经学者注解讲，因捌听过原子弹爆炸的声，就拄拄亲像圣经所描写这种的声。当爆炸的时阵，会产生非常大的能量，互整个宇宙中间这星神、这星体，拢受到大火来烧，然后消融，最后毁灭。迄个时阵有形质的物件，也拢要火来消融；地甲其中所有物，也拢要烧尽。毋仅是这自然界受造的物要受烧，一切咱人类文明创造的物。也拢要烧落去，人会通倚靠，讲这是阮人类伟大成就，到时会消无，一切化为乌有。人伫上帝审判的上帝面前，伊袂通有任何一个物件会通证明伊家己的伟大。天甲地拢有火，一切受造的物拢要伫这个烈火中间来消融。这个火临到，毋仅是临到伫未信者。咱基督徒嘛，就知，嘛有火要发现，要试验咱逐人，咱做一个基督徒，咱的生命、咱的服侍、咱所做的工程，到底是安怎？你姊妹就思考，你有服侍上帝，你所服侍上帝会堪这火烧无？圣经一再提醒咱一项事，爱会记这火。申命记安尼讲，耶和华你的上帝。是烈烈的火，伊是记下的上帝。希伯来书第12章29节讲，咱的上帝是一个炎炎的火。当主的日临到的时阵，受造的物要伫火中间来消融。咱得到上帝拯救救恩的人，也要经过火的考验。但伫这段经文中间，一方面咱看到上帝的日，看到主的日，这两个日看起来无同款，总是意思差不多。咱会通做一款的分别，主的日就是灾祸的日，若是上帝的日，就是最后上帝得胜的日。上帝的日就是经过主的日，最后这灾难拢经过了后，最后上帝得到完全的胜利，带来新的天、新的地。那迄个时，旧的天、旧的地拢要废无，总是毋是归伫虚空。圣经无甲咱讲。最后宇宙归伫虚空，圣经甲咱讲，万物要过去，总是毋是归伫虚空，因为上帝毋是虚空，上帝是会通对虚空中创造万有的主，伊也通对虚空中搁再一届创造新的天、新的地。所以先知一直咧见证，主搁来的日，毋是干那灾祸，毋是干那归伫虚空。先知以赛亚咧见证讲，看我创造新的天、新的地。以前的恁无需要搁再纪念，也无搁再需要去追想。圣经最后一卷的册启示录的作家，伫这个所在看到最后这异象的时阵，非常的兴奋，也非常的惊奇，甲咱讲：我看去有一个新的天、新的地，因为前的天、前的地已经过去，海也无搁再有。新的天、新的地要出现，差别伫倒位？差别是义。伫咱大气旧的天、旧的地，甲咱所有受造的万物是降服伫罪下面。这个旧的天、旧的地需要受到最后毁灭，
是因为其中太侪的罪。若是新天新地，伊其中要紧的，就是有义，是通过义来做王。耶稣基督要用公义来治理新的天、新的地，所以伊无亲像金色的虚空，也无有互人继续活伫其中的罪恶。亲爱的姊妹，阮的未来，咱的日子，咱毋是要归伫虚空，咱甚至毋是要倒去伫创世纪所讲的爱甸乐园。咱基督徒是往头前伫看，上帝为着咱备办头前的是新的天、新的地。所以今仔所读这段经文中间第13节到14节，彼得这位耶稣的学生，伊捌得罪主，伊捌无认主，总是当伊悔改，知影上帝的宽容了后，伊倒来到伫主的面前，伊对着伊所听的兄弟姊妹，对因的劝勉安尼讲：所听的兄弟啊，恁既然伫仰望新的天、新的地，恁就温群，互恁无拉散，互恁无有瑕疵，会通安然记着伊。上帝日是主显然要显明伊家己荣耀日，上帝日嘛是咱做一个基督徒，咱的生命完全得到救赎的日，咱得仰望迄一日的来临。咱既然仰望新的天、新的地、新的生命，那呢，伫咱做一个基督徒的态度顶悬，咱就保持温群，毋通懒散，毋通分担，咱就温群做工。那温群做工的，主得看，主也得较报赏。在世的日，咱若是懒散分担，那呢，咱到伫见主的日的时阵，咱袂通安心，咱无法度安然见主。所以咱就爱记住，主得较要搁再来，伊呼召你。像是伊呼召你来记伫伊面前的时阵，是要你在世所做的代志，无论是好，无论是歹，拢一一来交代清楚。有一人，包括基督徒在内，咱伫活，敢若讲将来咱无需要高效共款，咱所做的最后拢呼呼的无去，都是圣经毋是安尼甲咱教示。咱伫地面上所做一切，有一天拢爱高效。咱伫爱认真军队伫咱的主，常常亲察家己。也知影，当迄一日来到的时阵，咱就爱高效，咱就爱交好清楚。也因为这款缘故，彼得佮讲，迄个调恁的既然是圣洁，所以恁伫一切所行的事顶悬，也得爱保持圣洁。基督已经洁净咱，咱有犯罪，咱拢承认。当咱承认咱来做的时阵，上帝是公义，是信实，伊有赦免来做，要互咱的生命得到洁净。咱的生命既然得到洁净，咱就毋通搁再倒去迄个垃圾的生活，咱就努力追求正性，无用阮罪继续管辖咱，无用阮罪继续互咱污染。因为当咱用阮罪继续污染咱、继续管辖咱时阵，是咱无看重上帝予咱的救恩。咱伫行为顶悬，就尽咱的本分，用感恩的心，照着上帝所欢喜的，用敬虔敬畏的心来侍奉上帝，互咱的生命活伫这个世间。会通互上帝通纪念。以赛亚书第30章第18节，拄拄咧甲咱讲，上帝咧听候咱，咱也得听候上帝。耶和华因为安尼要听候，来施恩惠互恁，佮因为恁的缘故，要来怜悯恁，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上帝。那听候伊的人，拢要得到福气。人得听候上帝，毋通袂记住。上帝也在听候你，上帝听候咱，是因为宽容咱，常时要施恩典互咱。当咱通知，当咱伫咧听候时阵，咱知，迄个听候伊的的确无至高伫见效，迄个听候伊的的确有福气。那呢，咱就凭着信心，凭着仰望，通过听服侍来听候上帝。用这款的心，用信、用望、用听来听候上帝的人。伊的确要担着上帝恩典临到伫个生命中间，请咱同心来祈祷。宽容阮的上帝，若毋是你宽容赦免，阮早早伫罪中来受毁灭。你宽容世间人，因为你爱万人明白真理，得到拯救，你无爱一个人沉沦。
求你帮助阮，会通体会你的宽容、你的忍耐、你的慈爱甲怜悯。上帝啊，阮得听候你，你也教示阮得听候你，互阮知影你嘛咧听候阮，咧听候阮真实悔改，听候阮长大成熟，听候阮的生命会通结出济济好的果子，通好来见你。因为在你伫听甲怜悯中间咧听候阮，所以阮听候你，就愈听候愈有信心。也伫听候中间，阮愈来愈有忍耐的美德，也知影伫听候你的时阵，阮着安怎行、安怎做，才会通互阮当你搁再来的时阵，阮毋是陷落伫严厉的火湖甲审判，阮是会通经过火的试炼，通得到你的懊恼甲奖赏。爸，阮的上帝，互阮伫听候中间。在你咧听候阮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祷，阿门。我被专心听候耶和华，也被主心仰望你，来告主是我宝座前，让你的名稳定高我我被敬拜听候耶和华，请求公义单的歌，你好心正在你虚心，你在心我努力的走爱，既不于心，我的救我的救我的困难，你的救。